弟兄姊妹們平安，弟兄姊妹平安，很高興見到大家好開心見到大家，也特別看到老朋友Sonia 在我們中間，都好開心睇到老朋友 Sonia 喺我哋中間。我相信大家可能很多的人都已經看過中國的長城，我相信我哋在座好多人呢都見過中國嘅長城，沒有看過的舉手，冇睇過舉手，有沒有？有冇人冇見過呢？好，也有幾個都有幾個。那中國的這個萬里長城呢，是蜿蜒曲折，非常的壯麗雄偉。中國嘅萬里長城呢，蜿蜒曲折，非常之壯麗。在沒有長城之前呢，塞外的一些的民族呢，他們很容易的隨時隨地的可以到邊界去侵略當地的人民。當冇長城之前呢，喺塞外嘅人呢，好容易就會攻擊喺入長城內嘅人。後來中國的古代的君王呢，就想了一個辦法，他就建造了這個城牆，然後把城牆呢都連起來。後嚟呢，中國古代嘅皇帝呢，就諗到一個方法，就係建立呢個長城，並且呢將佢哋連起身。這個呢就成為長城。呢個就成為咗一個長城。它是用來抵禦外敵的侵略。佢係用嚟抵禦外敵嘅入侵。保護疆界內的百姓的安全和他們的家園，保護疆界內嘅人民嘅安全。在長城以內的百姓呢，就都是很安全的，不會被外族、被這個塞外的游牧民族所侵略。喺長城入邊嘅人呢，就好安全，唔會被塞外嘅人嚟攻擊。所以呢，這是長城成為一個物理的屏障，成為一個很安全的象徵。所以呢個長城就成為咗一道物理嘅屏障，一個安全嘅象徵。今天我要跟大家講的是一個比這個物理的長城更堅固、更深刻的一種的保護。今日我想同大家講嘅就係一個比長城更為堅固、更為深刻嘅一種保護。這是上帝的屬靈的保護，上帝屬靈保護的長城，就係上帝屬靈保護嘅長城。在以色列人脫離埃及的奴役之後，他們來到西乃山。以色列人脫離埃及嘅奴役之後，嚟到咗西奈山。那上帝呢，給他們一套神聖的法則。上帝呢就俾咗佢哋一套神聖嘅法則。在出埃及的第19章就開始講這一個神聖的法則，這個約。喺19章已經講到呢個神聖法則嘅約。那第20章呢，是就講到了這十誡。喺20章就講到咗呢10誡。這十誡不單單只是一些的行為規範，呢10誡唔單止係一啲行為規範，更是上帝所設立的屬靈的保護的長城，更係上帝屬靈保護嘅長城。他的在保護這個屬神的人免受罪的侵犯，佢保護屬神嘅人免受罪嘅侵犯，免受世界的引誘，免受世界嘅誘惑，免受惡者的攻擊，亦都免受惡者嘅攻擊。在這一個屬靈長城內的人，也就是遵守十誡的人，喺呢屬靈長城內嘅人，亦即係話遵守10誡嘅人，他們可以是有自由，佢哋可以有自由。但是在這個屬靈長城之外，如果他們違反了這個十誡，但係如果喺呢個屬靈長城外，佢違反咗10誡，那他們是被惡者所攻擊，在罪的暴露下，在世界的引誘下，咁佢哋就係暴露喺呢個罪嘅外邊，係唔受呢個10誡嘅保護嘅。所以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一起來探討這一座這個屬靈的長城的3個方面。所以我今日呢，就同大家討論呢個屬靈嘅長城嘅3個方面，講到它的根基、它的結構、它的目的，講到佢嘅根基、佢嘅結構同埋目的。這個不僅僅只是以色列人的歷史，更是我們跟每一個基督徒的生命是息息相關的內容。佢唔單止係呢個以色列人嘅歷史，更係同我哋每一位基督徒嘅生命都係息息相關嘅。那我們先一起來讀出埃及記第20章1到2節。我哋一齊嚟讀出埃及嘅20章1到2節。上帝吩咐這一切的話說：我是耶和華你的上帝，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嚟。這兩節的經文中間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兩節經文好清楚咁話俾我哋知，是上帝吩咐這一切，係上帝吩咐呢一切嘅，是上帝所開始的。係上帝所開始嘅。在有一次有一個美國廣播公司的一個非常著名的講員叫做泰勒科佩爾。美國廣播公司有一個非常出名嘅講員叫泰勒科佩爾，他在這個常春藤的學校叫 Duke 大學的畢業典禮中間講到，佢喺一個常春藤嘅大學入邊嘅一個杜克大學畢業典禮入邊講到，他說摩西所從西奈山所講的，這不是10條的建議，佢話摩西從西奈山講嘅唔係10條建議，而是10條從神而來的命令，而係10條從神而嚟嘅命令，這是從神而來的，係從神而嚟嘅，是開始，從神開始的，是神親自曉諭的，係從神開始，係神親自曉諭嘅。這個不只是摩西個人的智慧，呢個唔係淨係摩西個人嘅智慧，也不是摩西帶群的人有一個委員會商議的結果，亦都唔係有一群人好似一個委員會商議嘅結果。這是宇宙的創造者、歷史的主者、以色列的救贖主親自所說的話。呢個係宇宙嘅創造者、歷史嘅主宰，亦都係以色列救贖主親自講嘅話。而且在西乃山上，當時有雷轟、閃電、密雲、角聲。而且當時喺西乃山上邊有雷轟、閃電、密雲、角聲等。如果我們處在當時的時候，如果我哋處喺當時嘅場景嘅時候，我們一定會很懼怕。我諗我哋一定會好驚。是的，以色列人當時也是非常的又敬畏又恐懼。係嘅，當時嘅以色列呢，又敬畏又恐懼。上帝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中間，向以色列人頒布了這10個誡命。神就喺當時咁樣嘅情況下，向以色列人頒布咗呢啲誡命。這個不是上帝借先知講話，呢個唔係上帝借先知嚟講話。我們聖經裏面常常有很多的內容是借着某某先知，借着以利亞，借着以賽亞，借很多的人，很多的先知來講話。我哋喺聖經當中咧，見到上帝好經常咧借助啲先知嚟向我哋講話。但是呢，這次是神親自講話。但係今次咧係神親自講話。第二，這個是立約之神的一個宣告。第二咧就係呢個係立約之神嘅宣告。在第2節裏，他講到我是耶和華你的神。喺第2節入邊講到我係耶和華你嘅神，是曾將你從埃及為奴之家領出來的，係曾將你從埃及之為奴之家領出嚟嘅。上帝先告訴他們說我是上帝，上帝向佢哋宣告話我係上帝。上帝再告訴他說我是把你從埃及為奴之地拯救出來的，話俾佢知我係將你哋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嚟嘅。是什麼意思呢？係咩意思呢？上帝說我是上帝，上帝話我係上帝，我又是救贖者，我亦都係救贖者，然後我才是一個律法者，然後我係一個立法者。他要把這一個10條的誡命再告訴他們。佢哋就將呢10條誡命話咗俾佢這個哋知。次序很重要，呢個次序好重要。他先救贖，然後是律法。佢先救贖，然後立法。這些的命令不是一個奴役的鎖鏈，呢啲誡命唔係一個奴役嘅鎖鏈，而是一個救贖者給他們的一個保護，而係一個救贖者俾佢哋嘅保護，是蒙愛者的一個指南，係一個蒙愛者嘅指南。在阿拉巴馬州政府大樓裏面曾經有一座這個10屆的紀念碑。喺阿拉巴馬州嘅一座州府大樓曾經有一座10屆嘅紀念碑，是2001年首席大法官羅伊摩爾所設立的，係一位大法官叫做羅伊摩爾所設立嘅一個。當時他設立這個紀念碑呢，意思呢是表示上帝的律法的權威高於人的律法。佢當時設立係想表示上帝嘅律法權威係高於人類嘅律法。2003年2年之後，有一位法官認為這個10屆的紀念碑呢，是立在那裡呢，是違反了
政教分離的原則。喺03年嘅時候咧，有位法官認為呢個十誡咧就喺嗰度違反咗政教分離嘅原則。於是呢，他就判定這個世界紀念碑在那裡是非法的，必須要拿掉。佢就判定呢個十誡嘅紀念碑喺嗰度係非法嘅，必須要移除。這個照片呢，是當時一些的人呢，把這個紀念碑拿掉的這個場景。呢幅圖咧就係當時將呢個紀念碑攞走嘅一個場景。放置這個世界的紀念碑有它的象徵的意義，放置呢個紀念碑有佢象徵嘅意義，移除也是同樣有一個特別的意思。移除亦都有佢特別嘅意思。他清楚地在向人說，不，謝謝上帝。佢清楚咁向人表達一個信息，就係唔使啦，多謝晒你。我們不要你的律法來管我們，我哋唔要你嘅律法嚟管理我哋。我們要用我們自己的律法，我哋有我哋自己嘅律法。我們要用我們自己的方式來統治這個。我哋要用我哋自己嘅方式嚟統治。是在過去的200多年的美國的歷史中間，我們越來越看到這樣的現象。喺過去200幾年美國嘅歷史當中，我哋見到越嚟越多咁樣嘅現象。上帝他被邊緣化，被排斥。上帝被邊緣化，被排斥。60年代美國的公立學校禁止禱告。喺60年代美國嘅公立學校被禁止禱告。這一次的世界的紀念碑被移出法庭。到今次十誡紀念碑被移出法庭。有人在質疑美國的錢上面印的是 In God We Trust。有人質疑喺美國嘅錢入邊印住咗 In God We Trust。聖誕的紀念也被世俗化。聖誕嘅紀念亦都被世俗化。這些總括起來是什麼問題呢？呢啲縱觀起身係咩意思呢？這是對背後的源頭、背後的上帝的認識出了問題。呢個係對背後嘅源頭、背後嘅上帝出現咗一個認知嘅問題。求主讓我們回到對神的敬畏，對起初對上帝的這樣的敬畏。又求神讓我哋可以返到去起初對神嘅敬畏當中。對神是源頭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對神係源頭有一個正確嘅認識。對聖經這裡面所講到的神吩咐一切的話說，有正確的認識。對，喺呢度睇到神吩咐嘅一切有一個正確嘅認識。是的，弟兄姊妹，我們的生命中間，我們是否也能有一道引導我們方向、保護我們心靈的準則呢？弟兄姊妹，我哋嘅生命當中係咪亦都有一道可以指引我哋方向、保護我哋心靈嘅準則呢？這個準則，這個我們要追溯到的就是我們的源頭，神是這個世界的建築師。我哋追溯到源頭，呢個就係十誡，係我哋嘅神，係我哋嘅建築師。神是保護我們心靈的準則的建築師。神係保護我哋心靈源頭嘅一個建築師。神是引導我們方向的那一位。神係引導我哋方向嘅嗰一位。神是我們所有一切準則的來源。神係我哋一切準則嘅來源。我們要對他有這樣的一個敬畏。我哋要對佢有一個咁樣嘅敬畏。在我們的生活中間，我們是否真正的認識到這個最終的這個源頭是上帝呢？我哋喺生活當中有冇真正認識到我哋最終嘅源頭就係上帝呢？我們常常在這個世界上面，我們是說我們要憑着感覺走。我哋經常喺呢個世界上面講到話，我哋要跟住感覺走。好像有一首歌就是這樣唱憑着感覺走。好似有一首歌就係咁樣唱，憑着感覺走。但是我們基督徒不一樣。但係我哋基督徒唔一樣。我們不是憑着感覺走。我哋唔係憑住感覺走。我們是要憑着聖經的話語走。我哋係要憑住聖經嘅話語走。因為神的話語，它提供了永恆不變的真理和行事為人的規範。因為佢神嘅話語係有着一個永恆不變嘅神聖嘅法則喺度。那我們怎麼樣能夠了解神的話語呢？我哋點樣可以了解神嘅話語呢？我們必須要好好的個人有讀經有禱告的習慣。我哋必須有好好嘅個人嘅禱告讀經嘅時間。我們要參與小組的聚會。我哋要參與小組嘅聚會。
我们能够学习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我哋要學習神嘅話語，明白神嘅心意，讓神的話語成為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讓神嘅話語成為我哋腳前嘅燈，路上嘅光，讓神是我們定義是非的標準，讓神去定義我哋嘅是非標準，而不是其他的這世界的東西來定義我們是非的標準。唔好讓世界其他嘅嘢嚟定義我哋嘅行為標準法則。我們再問一個問題，我哋再問一個問題，是否因為神先愛了我，拯救了我，而甘心樂意的聽神的誡命，而並非是把神的誡命做一個重擔呢？我哋係咪因為神先愛咗我，拯救咗我，就甘心樂意咁聆聽去遵循佢誡命？視之為愛嘅回應，唔係重擔呢？有一位牧師曾經講，他說神將律法賜給那些他已經用恩典拯救了的人。曾經有一位牧師咁講到，神將佢啲律法賜咗俾嗰啲已經用恩典拯救咗嘅人。是的，神他給我們白白的恩典。係嘅，神俾咗白白咁俾咗我哋恩典。在這個白白的恩典中間，我們當做什麼呢？呢個白白嘅恩典，我哋當作係乜嘢呢？我們當以感恩的心，樂意的活在他的旨意中間。我哋當以感恩嘅心，樂意咁活喺佢嘅旨意當中，而不是以他的命令為重擔，而唔係以佢嘅命令為重擔。我們要以遵循他的旨意作為對他的回應。我哋要遵循佢嘅旨意作為佢嘅回應，因為神他是那一個十誡的建築師，因為神係嗰位十誡嘅建築師，他是十誡的源頭。佢係十誡嘅源頭。讓我們再一起來讀這出埃及記第20章3到17節。我哋字有一點小啊，我哋再一齊讀出埃及記20章3到11節。看得見的可以一起讀，好不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神，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麼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為我耶和華你的上帝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不可妄稱耶和華你上帝的名，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當紀念安息日，守為聖日。6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華你上帝當守的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僕婢、牲畜，並你城內寄居的客旅，無論何工都不可做，因為6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華賜福與安息日，定為聖日。我們再讀這12到17節。我哋一齊再讀12到17節。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上帝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這是十誡的這個內容。呢個係十誡嘅內容。其實每一節呢都可以講一篇道。其實咧，每一節都可以講一篇道。不過如果是這樣呢，出埃及記1213節。不過出埃及記1230節。如果我們一節講一篇道呢，我們可能要20多年才講完。但如果一節講一篇道咧，咁我哋可能要講20幾年。所以呢，我呢今天呢只能跟大家稍微講講其中的總的意思。所以今日我就稍微同大家講下佢總嘅意思。我們人真是有限，
我哋人真係有限，神的话语它是有丰丰富富，神嘅話語係有豐豐富富，神的话语的内容真的是丰富，神他自己是无限。神自己係無限嘅，但係佢嘅話語都係豐豐富富。我们有限的人来认识无限的上帝呢，只能从某一个小的这个角度去看。我哋人想認識呢個無限嘅神，只係能夠可以從一個好少嘅角度去睇。今天呢，就是從這麼一個小小的角度，我們來看這一個世界。今日呢，我哋就只能夠從呢個細細嘅角度嚟睇呢個世界。這世界作為神屬靈的長城，它其中的核心的材料跟設計的藍圖是什麼？呢個世界作為一個屬靈長城，佢嘅核心材料同埋設計藍圖係乜嘢呢？在大家讀完這幾節的經文以後，15節的經文，大家看到有什麼樣的字是比較重複的？大家讀完呢15節經文，有啲咩字係不斷重複嘅呢？不可，不可，不可啊！就係不可，不可，不可。我們這裡有許許多多的是一定是教過自己的孩子或者孫子孫女的。我哋在座咧，肯定好多人教過自己嘅仔女或者孫仔孫女。當孩子們很小的時候，當細路仔好細個嘅時候，你是怎麼教他的？你係點樣教佢嘅咧？你是怎麼教他的？你係點樣教佢嘅咧？我們常常會這樣告訴他說：你不要把糖當飯吃。我哋成日話俾佢知，唔好將糖當飯食。不要把飯含在口裏，要嚼，趕快咽下去。唔可以咧含住啖飯喺個口，要哩嗱嚼到佢吞落去。你不要跑得太快，要摔跤的。你唔好走太快，會跌親嘅。你很多的不要，好多嘅唔好咁樣，唔好咁樣，唔好咁樣。上帝也是這樣子。上帝亦都係咁樣。當以色列人剛剛從埃及出來，當以色列人啱啱從埃及出嚟，而且他們在路上，從出埃及的路上，他們犯了不少的錯誤。而且佢從埃及出嚟嘅過程中犯咗好多嘅錯誤。上帝在這裡就告訴了他們不許做的10條的規定。上帝就喺度話俾佢哋知唔可以做嘅10條誡命。我們一起來看看這10個結構。我一齊嚟睇下呢10個結構。這個就是我們家小孩的時候，我們當初的時候，剛開始他會走的時候，我們就給他一個圍欄。呢個圖咧就係我屋企嘅細路仔啱啱佢識行路嘅時候，俾佢一個圍欄，讓他不要跑出去，要佢咧唔准跑出去，因為呢會摔跤，因為咧可能會跌親，也不要跑到樓梯，亦都唔好跑到樓梯，因為呢有可能會從樓梯滾下來，因為有可能喺樓梯度滾落嚟。我的小的時候呢，就有一次呢，在樓梯上坐的，結果一個瞌睡呢，就滾下去了，手夾到了樓梯上。我仔細個嘅時候呢，有一次就係喺樓梯上面滾落嚟，手就夾喺嗰個樓梯間度。這個手呢就斷掉了，手就斷咗啦。後來呢，這個醫好了以後呢，這個手呢還是有一點點彎彎歪的。後來就算醫好咗，而家隻手依然係有啲彎嘅。神給世界呢是一個保護。神俾咗呢個十誡，其實就係一個保護。他叫我們不要，佢叫我哋唔好咁樣。那前面的4誡呢，是講到的是神跟人的關係。前面4誡係講到神同人嘅關係。第1誡呢，他是講到說我們不要有別的神，除了耶和華神以外，不要有別的神。第1誡就係不可有別神，除咗耶和華神之外，唔可以有別嘅神。他講到我們對神的單一的敬拜。佢講到係我哋對神單一嘅敬拜。第2個呢，他是講到我們不可以有偶像，不可以造各種各樣的樣子。第2個呢，就係話唔可以有偶像，唔可以做各種各樣嘅樣子。他其實講到呢，是要用神啟示我們的方式去敬拜他。佢教導我哋就係要用神啟示嘅方式嚟敬拜佢，而不是按照我們自己的想象，而唔係按照我哋自己嘅想象。那第三個呢，是講到的是不可以妄稱神的名。第3個係可以講唔可以妄稱神嘅名。其實提醒我們要敬畏，要有敬畏神的心。提醒我哋有敬畏神嘅心。那第4個呢，是我們要守安息日。這個守我寫錯了啊，守安息日。第4個呢，就係話要守安息日。
其實講到的是我們要花時間跟神在一起。其實就講到我哋要花時間同神喺一齊。所以這四個呢，是講到的是神跟人之間的關係。所以呢四個係講到係神同人之間嘅關係，是一個垂直的維度，係一個垂直嘅維度。我可以把它比方成呢，我們做長城的時候，有些時候呢，有長城的烽火樓，有長城的這一個特別的一座一座的城牆，就像這個左邊的圖一樣。我將佢比喻成咧，好似我哋見到嘅長城嗰啲烽火樓。有這樣，我們這一個四個方面的這樣的定義，最基本的一個定義，就係有最基本嘅一個定義，這個才能夠在這個基礎上面發展我們跟神的正確的親密的關係，先至可以喺呢個基礎上面發展我哋同神親密嘅關係。那這是前面的4節，呢個係前邊嘅4誡。我們再來看看這個後面的6節，我哋再嚟睇後邊嘅6誡，它是講到人跟人之間的關係。講到係人同人之間嘅關係。第一個，它是說我們要孝敬父母。你第一個講就係要孝敬父母，這是強調在家庭的次序跟對權柄的一個尊重。強調嘅就係家庭嘅秩序同埋對權柄嘅尊重。那第二個呢，是不可以殺人。第二個呢，就係不可殺人，是保護人的生命，係保護人嘅生命。第三個呢是不可姦淫。第三個呢，就係不可姦淫，是講到的是婚姻的神聖。講到嘅就係婚姻嘅神聖。然後講到的是不可偷盜，仲有呢，就係不可偷盜，是保護人的財產，係保護人嘅財產。這個不可作假見證，仲有不可作假見證，是保護真理，是保護人的名譽，係保護真理，保護人嘅名譽。最後一個是不可貪戀，最後一個就係不可貪戀，因為貪心是我們這個是萬罪的源頭。因為貪心係萬罪嘅源頭。我們處理這個不正當的慾望，是我們必須要不可貪戀。我哋要處理好多慾望，就不可以貪戀。這6個後面的方面的這一個命令呢，就像一個水平的城牆之間跟城牆之間的連接。呢個6誡呢，就好似城牆嘅一個延伸，蜿蜒連起身嘅一個嘢。據說這個萬里長城的那個城牆呢，大概有1萬多段。呢個萬里長城呢，大概有1萬幾段。上帝的律法對有跟人之間的關係呢，最基本的就有這6條。上帝對人最基本嘅就有呢6條。它規範了人和人之間的和諧跟公義的這個關係。佢規範咗人同人之間嘅和諧同埋公義嘅關係。我們在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們讀了這個馬太福音的這個耶穌所講的第22章37到40節的經文。我哋開始嘅時候讀咗馬太福音22章37到40節嘅內容，講到的是說律法的總結就是2條。講咗對律法嘅總結，其實就2條。第一個是盡心盡意愛主你的神，就係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嘅神。第二個呢，他說這個是最大的，然後呢講到第二個呢是要愛人如己，嗰個係最大嘅。其次呢就講到愛人如己，這是律法跟先知的道理的總綱。呢就係律法同埋先知道理嘅總綱。這2個跟我們講的十誡有什麼關係呢？呢2個同我哋講嘅10誡有咩關係呢？非常的有關係，好大關係。我們剛才講到十誡，它是前面10誡是神人之間的關係，10誡係神人之間嘅關係，後面6誡是人之間的關係，後邊6誡係人之間嘅關係。我再用養孩子做一個比方，我再用養細路仔嚟打一個比方。小孩子小的時候，我們講到你說不要，細路仔細個嘅時候，你要講到唔好咁樣，唔好咁樣，唔好咁樣。舊約的10誡基本上是不要，舊約嘅10誡基本上係講唔好咁樣，叫他們不要做什麼，叫佢哋唔好做乜嘢。當孩子大一點的時候，你知道我們是怎麼教孩子的嗎？當細路仔大個嘅時候，你係點樣教佢嘅呢？
我們開始要教的是他要做，我哋要教佢要做乜嘢。你要尊重這個老人家，你要尊重老人家，要叫伯伯、阿姨、爺爺、奶奶，要稱呼咧爸爸、阿姨、爺爺、嫲嫲。你要多讀書，你要多啲讀書，你要早點睡覺，你要早啲瞓，你要鍛鍊身你體。要鍛鍊身體。相信十誡的內容是不要，新約耶穌講到的就是一個要，你看要做的方面。十誡嘅內容係叫人哋唔好做啲乜嘢，咁新約入邊咧就係要叫你做乜嘢。這個是兩個不同的角度去看這個基本的內容。就係從兩個唔同嘅角度去睇呢個基本嘅內容。十誡是從不可以做的方面講，十誡咧就係從唔可以做嘅方面嚟講。新約耶穌在馬太福音裏面是講的是人需要做的方面講。新約馬太福音入面講到嘅係需要從做嘅方面出發，但是內容都是一樣，一個是講神人的關係，其實內容都係一樣，都係講神人嘅關係。一個是講人人的關係。呢個係講人人嘅關係。在羅馬書裏面喺羅馬書入邊這個曾經講到說，我們不在律法以下，是在恩典以下。曾經講到話，我哋唔係喺律法之下，我哋係喺恩典之下。路加福音也說，天地廢去，叫律法一點一劃落空，很容易。路加福音入邊講到，天地廢去，較比律法嘅一點一劃落空還容易。那麼到底這個律法是已經廢去了呢，還是不可以廢呢？咁到底呢個律法係要廢去呢，還是唔要廢去呢？到底新約的基督徒要不要遵守律法呢？咁到底新約嘅基督徒要唔要遵守律法呢？要不要守十誡呢？要唔要守十誡呢？我們要不要？我哋要唔要呢？要還是不要？要定係唔要呢？要，但是這個羅馬書已經講了，我們不在律法以下啦。要，但係我哋喺羅馬書入邊講到話，唔要喺唔使律法之下咯。我們先退一步來講。我哋先退一步嚟講，其實呢是有三種的律法。其實係有三種嘅律法。在這個出埃及記裏面，接下來呢，我們都會講到。喺接落嚟出埃及記，我哋都會講到。第一種呢是有關禮儀方面的。第一方面係關乎於禮儀方面嘅，是有關以色列人如何敬拜，係關乎以色列人點樣去敬拜。各種的宗教的節期，各種宗教嘅節期，各種潔淨跟不潔淨的規定，各種潔淨同唔潔淨嘅規定。祭司的責任，整個祭司的體系是怎麼樣子呢？祭司嘅職責同埋整個獻祭嘅體系係點樣嘅？那這個禮儀的律法呢，對於基督徒來講已經不再有效。咁呢個禮儀嘅律法對於新約基督徒已經因為係唔再有效。這些條例呢，都是指向基督。因為呢啲條約最終都係指向基督。耶穌基督來了，耶穌基督嚟咗啦，已經不再需要被遵守。所以呢啲已經唔再需要被遵守。正如歌羅西書裏面講到，他說這些事呢是後世的影兒，那形體是基督。正如歌羅西書講到嘅，呢啲原係後世嘅影兒，嗰個形象卻係基督。基督已經獻上自己一次就做贖罪祭，以後呢不再需要有任何的獻祭。基督已經獻上自己作為一次獻清所有贖罪祭，並因此呢唔再需要有舊約嘅獻祭。所以呢，在新約中間，很多的這個禮儀呢，基本上都沒有了，除了有兩個以外啊。所以新約入邊好多嘅禮儀已經冇啦，除咗有兩個係保留嘅。我們會有聖餐，我們會有洗禮。我哋會有聖餐同埋洗禮。那這個呢，是回顧基督的十字架的工作。咁呢個呢係回顧基督喺十字架上面嘅工作。其他所有的有關於祭司的責任等等方面的東西呢，全部我們不再需要遵守。其他嗰啲關於我哋祭祀嘅責任嗰啲，我哋都唔需要遵守啦。那這是禮儀的律法。咁呢啲就係禮儀嘅律法。還有一種呢是民事的律法，或者是司法的律法。仲有一種呢就係民事律法或者叫司法律法。它是講到對於以色列這個國家，佢係講到以色列呢個國家。那作為一個國家如何的有土地的使用，佢係講到以色列作為一個國家點樣有土地嘅使用，如何有債務的規定，
如何有債務嘅規定，如何有違反的律法的具體的刑法。對於違反律法點樣去如何去呢個刑罰。那對於這些方面呢，因為是對於國家的，因為呢啲律法係對於國家嚟講嘅。那我們教會呢，不是一個國家。咁我哋教會唔係一個國家。盡管我們有屬靈的王，耶穌基督他是君王。雖然我哋有屬靈嘅王係耶穌基督，但他的國度是屬靈的，不再是一個在這個世界上面的一個國家。但係佢呢個國家係屬靈嘅，唔係屬世嘅。所以呢，他的民事的律法呢，也基本上就沒有了。所以對於呢個民事嘅律法係基本上冇啦。盡管有些的方面對於國家的治理有借鑒的意義，但是它不是一個具體的一個條例的需要遵守的東西。雖然仲有啲咧對於仍有借鑒嘅意義，但係咧我哋而家唔再需要受呢啲條例嘅約束啦。不是一個民事的需要遵守的民事的法律，唔係我哋需要遵循嘅一個民事嘅律法。那第三種呢，是一種靈性跟道德的法則。第三個咧就係一種靈性同埋道德嘅律法。這個靈性跟道德的法則呢，就是十誡。呢個靈性同埋道德嘅律法就係十誡。十誡呢，是定義了人所有的道德的規範。十誡係定義咗人所要有嘅道德嘅規範。人跟上帝之間的關係。人同上帝嘅關係。它是一個永恆的標準。佢係一個永恆嘅標準。所以呢，在這一部分，我們是完完全全必須要遵守的。所以呢一部分我哋係要完完全全遵守。這是基督的律法的一部分。佢係基督律法嘅一個部分。所以馬太福音裏面講到，他說，我不是來廢掉律法的，而是來成全律法的。所以馬太福音入邊耶穌講到話，佢唔係嚟廢掉律法嘅，而係嚟成全律法嘅。是的，我們得救不是靠遵守律法。係嘅，我哋得救唔係靠遵守律法，而是我們得救了以後，我們要活出這個靈性跟道德的律法。而係我哋得救之後要活出呢個靈性同埋道德嘅律法。作為對恩典的神的回應和作為對聖潔的生活的一部分，係作為我哋對神恩典嘅回應同埋成聖生活嘅一個部分。所以總的來說，我們不需要遵守禮儀的律法、民事的律法。所以總嘅嚟講，即係話我哋唔需要遵循呢個禮儀嘅律法、民事嘅律法。但是我們要遵守十誡，遵守靈性和道德的律法。但係我哋要遵循十誡靈性同埋道德嘅律法。所以有一個名人他講到，他說律法這個誡命是現在時的誡命，而不是過去時的。所以有一個好出名嘅曾經講到，十誡係現在時嘅誡命，唔係過去時嘅誡命。我再問大家一個問題啊，我再問大家一個問題。六家三個這個房子中間，什麼地方掛着十誡這個牌子？大家知唔知道我哋6家3個堂邊度掛住十誡呢個牌呢？大家知不知道？大家知唔知啊？A 堂哪裡？A 堂邊度呢？翁牧師的辦公室的外面，就係翁牧師門口嘅出邊。那個是當年張長老買來掛在那裡的。嗰個係當年張長老買嚟掛喺嗰度嘅。十誡是一個現在時的誡命。十誡係一個現在時嘅誡命。這個十誡的內容，它是愛神愛人的這樣的一個主要的內容。十誡呢，就係愛神愛人嘅一個內容。那在這個愛神愛人這個方面，我們可以如何的有一個體現呢？咁喺呢個愛人愛神入邊，我哋可以有啲咩具體嘅體驗呢？愛神是否是單單只是一個口號呢？愛神係咪單單係一個口號呢？我們怎麼樣把神放在我們的首位呢？我哋點樣將神放喺我哋嘅首位呢？我想答案是我們要願意花時間親近上帝。我諗答案就係我哋願意去花時間去親近佢。我們要多多的禱告跟讀經。我哋要多啲禱告讀經。有些時候我們是要快速的閱讀。有啲時候呢，我哋會好快速咁閱讀。那一天可能讀幾章內容。一日可能呢讀幾章嘅內容。那有些時候呢，我們要慢慢的讀。
但係有啲時候我哋需要慢慢咁讀。一節的經文呢，可以在我們的腦海裡面不斷的想，不斷的主角，不斷的去明白這神的話語的一節經文我哋可以不斷咁去諗，不斷咁去咀嚼咁去明白神嘅意思。聖經有多少節經文？聖經有幾多節經文呢？大家知不知道？大家知唔知啊31,102節。31,102節。如果我們一天一節經文，如果我哋一日一節經文，要多少年你知道嗎？大家知唔知要幾多年呢？85年左右。85年左右。所以我們可以好好的思考神的話語。所以我哋可以好好咁思考神嘅話語，多花時間親近他，多啲花時間去親近佢。這是一個方面。呢個係一個方面。第二個方面，我們也可以把我們奉獻，我們金錢上面的奉獻，我們的恩賜上面的奉獻，我們的能力上面的奉獻。第二個方面可以將我哋嘅恩賜、金錢、時間奉獻上。我們的錢在哪裡，我們的心就在哪裡。我哋嘅錢喺邊度，我哋嘅心就喺邊度。我們願意把我們最寶貴的東西花在神的身上。我哋願意將我哋認為最寶貴嘅嘢花喺神身上，這樣才能夠體現出把神放在首位。咁樣先可以體現到將神放喺首位。這樣才是真正的愛神。咁樣先至係真正嘅愛神。第三，我們是可以把我們自己的時間精力是用在服侍神、服侍教會上面。第三就係我哋願意將自己嘅時間用喺服侍神上邊，把最好的獻給上帝，將最好嘅獻俾上帝。所以在這個地方我也可以提醒大家，也許在下一次在你們的小組中間，你可以跟人分享說，我們怎麼愛神呢？或者你可以喺下一次我哋嘅小組聚會入邊向人哋分享你係點樣愛神嘅。我們可以多花時間在跟神在一起，對，我們一起來參加主日。我哋願意多花時間喺神上邊我哋一齊嚟參加主日。你可以邀請你的小組的弟兄姊妹們一起邀請他們來參加主日。你可以邀請你小組嘅其他成員嚟一齊參加。這個是愛神的具體的表現。呢個係愛神嘅一個具體表現。參加主日不是為長老、為牧師、為傳道人、為我們的。參加主日唔係為長老為牧師為我哋自己。參加主日是你跟神的關係，是你愛神的表現。參加主日係你同神嘅關係，係你愛神嘅表現。我們再問第二個問題，我們怎麼能夠愛人，愛我們的家人，愛我們的同事，愛我們的鄰舍，甚至愛不可愛的人？我哋點樣睇我哋點樣愛人愛嗰啲你嘅家人啦、同事啦、鄰舍，甚至愛嗰啲你唔可能愛嘅人。人，我告訴你，真的是不可愛的，很多時候。有時候有啲人係真係唔可以去愛佢嘅。但是我們要從心出發。但係我哋要從心出發。我們要能夠有一個聆聽的耳朵。我哋要有一個聆聽嘅耳朵。我們要有一個尊重人的心。我哋要有一個尊重人嘅心。我們要能夠一個對人的一個援手的這樣的這實際的行動。我哋要對人有一個伸出援手嘅一個實際行動。甚至會傷害我們的人禱告。甚至呢為嗰啲傷害我哋嘅人禱告。當我們願意饒恕，願意是愛不可愛的人的時候，當我哋願意去饒恕愛嗰啲我哋唔可能愛嘅人嘅時候，才是一個真正的愛人如己，先至係嗰個真正嘅愛人如己。我要再問一個問題。我再問一個問題。有人說我可以信耶穌，又可以拜拜，心誠則靈。有人話我哋可以既信耶穌，又去拜其他偶像，心誠則靈嗎？但是我們的這個十誡裡面的第一條是什麼呢？但係十誡嘅第一條，大家記得係咩嗎？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別的神。除我以外，不可有別的神。信神是一個排他性的。信神係一個排他性嘅。就是我們只有一個真神。佢話我哋只有一個真神。我們不可以既信耶穌又拜拜。我哋唔可以既信耶穌又拜拜。有人說條條大路通羅馬。有人話條條大道通羅馬。完全錯。
完全錯誤。在信仰上面，只有耶穌基督是那唯一的道路。喺信仰上面，只有耶穌基督係唯一嘅道路，只有信耶穌才能夠得救。只有信耶穌基督先可以得救。我們再讀一下子第18節到21節。我哋再嚟讀18到21節。眾百姓見雷轟、閃電、角聲，山上冒煙，就都發顫，遠遠地站立，對摩西說：求你和我們說話，我們必聽；不要上帝和我們說話，恐怕我們死亡。摩西對百姓說：不要懼怕，因為上帝降臨是要試驗你們，叫你們時常敬畏他，不致犯罪。於是百姓遠遠地站立，摩西就挨近上帝所在的幽暗之處。上帝當時降臨頒布十誡，是要叫他們時常的敬畏他，不致犯罪。上帝當時親自嘅頒布呢個十誡，係叫你哋時常敬畏他，不致犯罪。是的，十誡的目的是為了保護。係嘅，十誡嘅目的係為咗保護人不致犯罪，保護人不致犯罪，保護人跟神的關係，保護人同埋神嘅關係。這一個立界限非常重要。立呢個界線呢，非常之重要。界限之內是安全的，界線之內係安全嘅，界限之外問題多多。界線之外就好多問題啦。前面四誡是保證人不偏離真神，前面十誡係保護人不偏離真神，不學這個周邊民族的這些的偶像崇拜，唔學周邊民族嘅偶像崇拜。後面六誡是保護社權的和諧，後邊六誡係保護社群嘅和諧。而且這個是十誡是為了顯明罪，是為了引向恩典，引向真理。呢個十誡係要顯明罪，並且咧引向恩典。十誡是為了讓人知道人是虧缺了神的榮耀。十誡係要人哋知道人係虧欠咗神嘅榮耀。聖經說律法是蒙訓的師傅。十誡講到話人係蒙訓嘅順服。這個蒙訓的師傅是為了引導人到真理，引導人到恩典中間。呢個係為咗引導人走向恩典當中。十誡也是為了信上帝、信耶穌的基督徒能夠有聖潔的生活。十誡亦都係為咗信上帝嘅基督徒引導佢哋向聖潔嘅生活。守十誡不是得救的原因，守十誡唔係得救嘅原因。守十誡是得救以後活出來的見證。守十誡係得救之後活出嚟嘅見證。我們十誡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護屬神的子民。所以我哋十誡目的就係為咗保護屬神嘅子民。那這個保護我們是給我們帶來的是真正的自由，而不是束縛呢？呢個十誡係帶俾我哋真正嘅保護同自由，唔係束縛啦。我們有些時候剛剛信主的人，有些時候會這樣子說啊。我哋啱啱信主嘅人，可能有時候會經常會咁樣諗。我這個要遵守這個，要遵守那個，我要來主日，我要去小組，太麻煩了，太多的束縛了。我哋信神咧，又要遵守呢個，又要遵守嗰個，又要做呢樣，要做嗰樣，太麻煩啦。不是，這是上帝給我們一個保護。唔係嘅，其實係呢個係上帝俾我哋一個保護。當我們真正學習明白神的話語的時候，我們才真正在神的話語裏面有自由。當我哋真正明白神嘅旨意嘅時候，我哋先可以喺佢嘅話語當中得着自由。十誡的現實意義是什麼呢？十誡嘅現實意義係乜嘢呢？它是幫助我們認識什麼是罪，佢係幫助我哋認識咩係罪，從而可以避免罪，從而可以避免罪。它也幫助我們描述了神所喜悅的一個生活的樣式。佢亦都幫助我哋描繪咗神所喜悅嘅一個生活方式。那我們可以有一個聖潔的生活，讓我哋可以有一個聖潔嘅生活。十誡不是重擔，十誡唔係一個重擔，十誡不是束縛，十誡亦都唔係一個束縛，十誡是一個保護。十誡佢係一個保護。人所造的萬里長城，可能因着歲月而
这个颓废。人造嘅萬里長城可能會因為歲月而退去。这是萬里長城的一段中間，它已經快要倒下了的這個場景。呢個圖咧係一個萬里長城佢快要冧嘅一個場景。可是屬神的保護的長城永不改變，但係屬神保護嘅長城佢係因為它的永不改變，源頭是信實的神，因為佢嘅源頭係信實嘅神，它的內容是神的愛的彰顯，佢嘅內容係神愛嘅彰顯，它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屬神的子民，佢嘅目的係為咗保護屬神嘅子民。它讓我們能夠走在蒙福和平安的道路上面。佢引導我哋行喺蒙福同埋平安嘅道路上邊。所以我們盼望作為一個新約的信徒，我們當以感恩的心，在聖靈的引導下，將世界所彰顯的愛人愛神的道活化出來。所以我哋作為新約嘅信徒，我哋當以感恩嘅心喺聖靈嘅引導之下，將十誡所彰顯嘅愛神愛人之道活化喺我哋生活嘅每一個具體行動入邊。是讓我們在生活中間有具體的行動，係要讓我們能夠活出神榮耀的見證。係要我哋喺生活上邊有具體嘅行動，活出佢榮耀嘅見證。願我們每一位的弟兄姊妹都是依靠神恩典行走的這個蒙福的長城的庇護之下。願我哋都每一位都依靠神嘅恩典行走喺神蒙福嘅長城嘅庇護之下。我們有一個禱告，我哋一齊禱告。主耶穌基督，我們謝謝你。主耶穌基督，我哋感謝你。你借着當年上帝跟以色列人所頒布的十誡，你借助當年頒布嘅十誡，你提醒我們，你提醒我哋，你讓我們可以有能夠活出那聖潔的生活，你讓我哋可以有活出嗰個聖潔嘅生命，活出那愛神愛人之道，活出嗰個愛神愛人之大。主啊，你帶領我們，主啊，你帶領我哋走這條蒙福的道路，走呢條蒙福嘅道路。謝謝你的保護，多謝你嘅保護，謝謝你的恩典，多謝你嘅恩典。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